现代台语版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伫上帝甲特别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搁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，我心中欢呼你，着传道理，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，拢着坚持去传。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，因为时机得要到，迄时人听袂到健全的教示，耳孔毋听真理，反倒趁家己的私欲，耳孔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介意听、无影食的传说。总是你凡事着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者的工作，尽力做上帝册用的本分。当我牺牲家己献予上帝时到啦，即阵就是我离开世间的时。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，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，着守的圣奖我已经坚守。义的法官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，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，毋但互我，嘛要互拢总羡慕伊显现的人。着尽所话赶紧来我这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世，已经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，基律斯嘛已经去加略泰，提多去塔马泰，只有路加甲我做伙伫遮。你着带马可做伙来，因为伊对我的侍奉真有帮赞。我已经派崔基古去有所，我伫特罗亚留伫加布因兜迄领外衫，你来时着带来，嘛着带遐个册来，特别是遐个羊皮的册卷。拍动师傅亚历山大甲我害甲真惨，主会照伊的所做甲伊报应。你家己嘛着提防，因为伊极力反对咱所传的信息。我头一遍申诉的时，无人伫身边帮赞我，逐个拢甲我放杀，愿即个罪无归伫因。毋过主徛伫我身边，互我有气力，通完整传扬信息，互所有的外邦人拢听见。最后，我有对猜的喙受救出。主会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，嘛会救我进入伊天年的国度。愿荣光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甲毕基拉、阿古拉甲俄尼西弗全家请安。以拉多继续踮伫哥林多，得罗菲摩破病，我甲伊留伫米利都。着尽所话伫冬天以前来，有保罗、布田、利诺、基罗底亚甲众兄弟姊妹拢甲你请安。愿主甲你的心灵同在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